后来6月初6罢韩投票，高雄的基进党特别做影片，找海外市民宣传催票。另外有高雄市民家己自发性来号召民众，一个人1000块创一个定箱的广告，要来挺市长韩国瑜。不过民进党的议员讲，这是国民党的议员咧操作，毋是市民家己发起的。 灯箱顶面拢有市民的相片甲名，拢是挺市长韩国瑜。这款的灯箱形象的广告，最近伫高雄市四界拢看会到。这由市民家己发起，一人1000块挺市长的行动。民进党高雄市议员黄文义讲，这根本不是民众自发性的。国民党的议员有躲在背后操盘的嫌疑。如果照邱宇轩这个活动内容，你应该很明白的告诉大家。 这个是要出钱刊登广告的，而不是叫人家私讯。被指控的国民党议员出面说明，合法的活动为什么不能协助宣传？所以我实在不知道黄文义议员他的居心何在。 6月7日罢韩的投票就要举行啊，挺韩的灯箱广告替韩国瑜咧拼声量，罢韩团体嘛拼专利，高雄基进就推出这段影片。我是小港人，我现在在美国亚利桑那凤凰城。伫各国留学也是食头路，高雄人拢对镜头吹票。纽约的武汉肺炎疫情非常严重，我没有办法回台湾，想要回去投票，可是没有办法。因为疫情，我都等来台湾投罢免票，这海外高雄市民透过影片立法，希望大家唔能放弃家己的权利，6月7日站出来投票。爸、阿姨、姨丈，你拢有听到？拜托帮我把这票投出来。